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31章。到迄时，我要做以色列大宗族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安尼讲：脱离刀剑剩落来的子民，伫旷野得到恩惠。以色列找到安息的所在。上主对古早就对因表明：我用不变的疼你，我要永远用慈爱对待你。所疼的以色列啊，我要甲你重建，你就通搁摕玲珑鼓出去，甲欢喜快乐的人做伙跳舞。你会搁伫撒玛利亚的山顶栽种葡萄，栽种的人会当享受果子。到有一日，守望的人一定会伫以法莲的山顶发讲：起来，咱来去设宴朝见上主，咱的上帝。上主阁讲：着为雅各欢喜唱歌，为上伟大的国家欢呼。着传报，着称赞，讲上主已经解救伊的子民，解救以色列剩落来的人。看咧，我要对北方带因倒来，对天边海角将因调入我来。失明的、骹歹的、怀孕的、得要生产的，拢规大阵同齐倒来。因沿路哭倒来，我要安慰因，带因顺溪水边行，行边塔的路袂跋倒。我是以色列的爸，以法莲是我的大囝。列国啊，着听上主的话，着伫真远的海岛宣扬，讲赶线以色列迄位要调入伊，要看顾伊，亲像牧者看顾羊群。我上主已经救赎雅各，解救伊脱离比伊较强的人的手头。因要来锡安悬的所在欢呼，为着上主所赐的好物，欢头喜面，因为上主赐因五谷、新酒甲新油，搁有羊羔甲细只牛仔。因要亲像有水灌压的园，袂搁忧苦。迄时，查某囡仔要欢喜跳舞，少年人甲老人做伙快乐。我要互因的悲伤变做欢喜，要安慰因，互因有喜乐代替悲哀。我要用油脂互祭司把祝，我的子民要因为我的恩惠心满意足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伫拉玛有听到悲伤哀哭的声，雷吉为着伊的囝儿哀哭，毋愿受安慰，因为因拢无起来。上主阁讲：毋通阁出声哀哭，毋免阁流目屎。你的劳苦一定会得到报赏，因一定会对对得的土地倒来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你的将来充满希望，你的囝儿一定会倒来因家己的乡土。上主安尼宣布。我清楚听到以法莲人为着家己在怨叹，阮亲像还未受训练的青牛仔，你甲阮管教，阮就接受。求你带阮倒转来，阮就悔改归向你，因为你是上主，阮的上帝。阮一个背叛你就后悔，受你管教，阮就对心肝。阮因为少年的时受的侮辱，无面通见人。以法莲人减毋是我疼的囝，减毋是我意爱的囡仔。我逐遍责备伊，犹原深深思念伊。我为着伊牵肠看肚，
我一定任命伊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你着为家己设指路牌，为家己踩引路条，着留心注意你行过的大路，顺迄条路倒转来。在小女以色列啊，你着倒来你家己的城镇。5月的查某囝，你试过流浪要到伫时？上主已经伫即个地上创造一件新的事，就是查某人要保护查甫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予受领的子民倒来的时，因伫犹大的土地甲城镇，话阁安尼讲：公义的厝，圣的山，愿上主赐福你。做事人甲各样的人，拢会做伙住伫犹大逐个城镇。亚善的人，我予因元气；忧苦的人，我予因满足。安尼我困醒，发现我真好困。上主讲：日子得要到，我要予以色列家甲犹大家人口加添，增生兴旺。我以前留心看因，甲因背出、拆毁、破坏、推翻甲伤害。以后我要阁留心看因，甲因重建、栽种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彼时人袂阁讲，老爸食酸葡萄，囝的喙齿酸软。当食酸葡萄的，家己的喙齿要酸软。逐个人会因为家己的罪死。上主讲：看咧，日子得要到，我要甲以色列家甲犹大家立新的约。这约甲我以前甲因的祖先所立的约无共款。迄个约是我牵因的祖先的手，对埃及甲因带出来的时，甲因立的约。我虽然做因的丈夫，毋过因破坏迄个约，上主安尼宣告。遐个日子以后，我甲全体以色列人所要立的约是安尼：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板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因毋免阁到倒家己的厝边，甲同胞讲，恁着认捌上主，因为因对大到细，拢会认捌我。我要赦免因的罪过，甲因的罪放袂记得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予日头伫日时发光，予月亮甲星辰照定律照光暗暝。伊缴纳大海，予海水压大涌。伊的称呼是上主，万军的统帅。伊安尼讲：自然界的定律若会对我的面前废止，我的子民以色列才会伫我的面前断绝，永远袂阁成做国家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天若画七亮直，地的根基若画探早直，我才会因为以色列的后代的所做，甲因去杀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遐个日子真正会来，耶路撒冷即座城会阁修建归互上主，对赫南业楼到角门。七亮的说要伸出去到加入山，划起高压，经过大四人饼粪扫的山谷，到克伦溪谷，直到东平马门的挖角，迄片的土地，拢要圣化归上主，永远袂阁受废除、受破坏。